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三甲伫遮敬拜上帝。咱做伙准备心来做伙敬拜上帝。轻轻听，我要去，我要欢喜，空听出声音。轻轻听，伊个轻轻听，我的无声，你捌我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当初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的无遮认知我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欢喜，空听出声音。轻轻听，伊个轻轻听，我的无声，你捌我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当初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的无遮认捌我的声。这时咱做伙来祈祷，为家己今仔日的礼拜的准备心祈祷，嘛为爱袂来到教会兄弟姊妹的祈祷，咱做伙开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为我今日的礼拜，这时咱来嘛为教会推行各项事工祈祷，嘛为教会牧者种植同工领袖来祈祷，为教会甲牧区小组团契祈祷，咱做伙开嘴来祈祷。这时，咱嘛来为教会青少年事工祈祷，嘛为教会儿童事工祈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
主啊，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将阮拄则讲的祈祷拢献伫你的面头前。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会中软弱的肢体祈祷，嘛为台南长高乐的热情来祈祷，咱做伙开嘴来祈祷。所以，我们来为今仔日的主日礼拜祈祷，为今仔日牧师讲道来祈祷，嘛为今仔日所有服侍的同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阿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将阮的命拢放伫你的心，拢放伫你的脚前，咱来敬拜你。祈祷是奉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听，
邀请兄弟姊妹做伙起立来敬拜上帝。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信息38首，俄勒全能的主上帝。亲爱的主上帝，阮搁一摆诚心诚意来到伫你的面前，来阿乐来敬拜你，因为你看到一切阿乐，看到一切的敬拜。主啊，求你伫早起时搁一摆拍开阮的心，互阮有一个热切的心来朝见你。主啊嘛，搁一摆互阮伫早起的礼拜，和你会当真实相拄。透过今日礼拜，互阮的生命搁一摆得到更新，得到改变。特别今日是青年的主日，求主帮赞，伫今日做服侍的青少年的成就，互因服侍有气力，互因所服侍的拢归荣耀互主。也愿今日的礼拜对头到尾，所有的听事也将一切荣耀拢归互咱的主上帝。这时，咱嘛用主教导咱的新的改变，咱做伙来做咱的信仰的告别，咱做伙来。要读新的改名，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名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大家请坐，咱将时间交予师会。
刻印文第2篇，请刘桂璇同学。咱三家来刻印，刻印文第2篇，诗篇第1篇，由我来刻，会众来印。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坐亵渎者的位，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叶嘛袂焦去。歹人就毋是安尼呢。所以审判的是歹人着下互上帝算数。因为伊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祈祷，请刘新凯同学。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主啊，你是全能的上帝，感谢你手续美好的早起，互阮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互顶礼拜的夏令营顺利结束，互阮青少年有做伙服侍的机会，嘛求主带领阮，今仔日是亲人主日，感谢你，互阮有机会参与到教会每一个服侍，伫暑假当中的每一个活动，出入会使平安。嘛求主保守阮，无论是伫学校的生活、家庭的关系，拢有主的同在，常常祈祷，成做阮每一工的帮助。嘛祝福教会身体有病痛的兄弟姊妹，求主医治。嘛祝福阮每一工有主的平安甲喜乐。主的话成做阮每一人的帮助。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圣经但以理书第1章第1节到第5节，第8节到第9节，请张宇桥同学。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围攻耶路撒冷。主将约雅敬甲上帝圣殿内面一部分的器具交伫伊的手。尼布甲尼撒将俘虏带去巴比伦的神庙，甲遐的器具收入去神庙的库房。尼布甲尼撒王命令太监总管阿西必拿对以色列的王室甲贵族的子孙选一寡少年人。因着身躯健全、英俊、博学、有智慧、通达事理，通来王宫侍候。阿西必拿甲因教巴比伦的言语甲文学，王阁吩咐，将宫内的食物甲酒，逐日照分量互因食。安尼甲因栽培3年久，互因期满了后，会当侍候王。但伊咧决心毋食王宫的
食米甲酒，才免食遮的物件，家己拍垃圾。伊着请求太监总管允准，无互伊家拍垃圾家己。上帝互但以理得到太监总管的任命甲好款待。提摩太牧区所献诗歌是谢谢你拣选，献诗了后，请詹牧师简德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无共款的性命。
请兄姊妹大家平安。今晚伫遮早起时的主日，咱搁做伙相共敬拜咱的上帝。特别今仔早起，咱看见有一群的青少年学生和咱做伙来敬拜。今仔全部的服侍，咱看见对一开始的诗会，到伫祈祷，到伫启用，到伫读圣经，到伫献诗，到伫等下诗献，到伫规个礼拜听书，拢由遮的青少年、遮的学生来参与伫服侍。咱先互咱的教会青少年一个鼓声，甲因鼓励一下。我想着亲像拄仔迄条诗歌所唱的，虽然迄条诗歌是一个华语的诗歌，但迄条诗歌讲感谢上帝拣选，互咱每一个拢会当加做是一个荣耀的器皿。我想伫遮青少年的性命虽然年轻，但是上帝已经拣选因，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家庭、伫因的学校、伫任何的所在，拢要加做是上帝荣耀的器皿。我相信咱的青少年、咱的每一个学生，拢有上帝特别祝福。拢有上帝特别应允伫因的身上。我也相信咱的教会青少年，咱所为因祈祷，咱互因的帮赞，互因的鼓励，拢诚做是因一生中上大的祝福。愿上帝祝福咱的教会，特别祝福咱的青少年，嘛祝福咱的儿童，因为因是教会不只是后一代，甚至是咱教会这代非常重要的一份子。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咱的青少年、为着咱的学生、为着咱的儿童，为因来祈祷，也为着因来鼓励。伫咱开始正讲到进前，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一个引带阮来到伫你的圣殿，伫遮敬拜学了你。主啊，阮真惊欢喜，看见台北无区遮的青少年学生做伙伫遮相甲敬拜上帝。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祝福！我嘛看见这是你的拣选，互因每一个人拢诚做是一个荣耀的器皿。主啊，你嘛拣选阮富强教会，伫这个社区、伫这个城市，要诚做一个荣耀的器皿。祝福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会当互主来使用，也诚做互主所祝福的一个教会。也恳求主祝福伫遮早起时的礼拜，透过今仔的礼拜的听书，每一个无共款，透过诗歌、透过圣经、透过讲道、透过阮所回应、阮所祈祷的，搁一个向主你有真实亲密的关系，也感受到主你同在的美好。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仰望，求主你来带领。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仔爱先请大家原谅，因为我今仔虽然爱讲道，但是我无穿无舒服。为着要和遮个青少年同款，完全同款的衫。今日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无同款的使命。咱今仔所看的经文，但以理书，但以理这个，咱看的这个经文，但以理，咱拄仔所读的经文，伊受领到远远的巴比伦的所在，但是当时的但以理，伊的年纪非常的轻，可能只有14岁、15岁。上加17岁，差不多就是咱即马所看到的青少年学生，可能国中也是高中生尔。所以，但伊当时到伫远远的巴比伦，人看见伊伫遐有无共款的体会，伫迄个所在伊的性命有无共款的挑战。但是，咱看见但以理安怎伫即个无共款的时代，伫即个环境，伊安怎去面对？我想今日的即个经文，毋但是对青少年讲。也是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讲，我想即摆咱所面对的环境非常变化非常的紧，但伊伫迄个时代伊有爱面对的困难，伫咱的这个时代，咱嘛有爱咱去面对的挑战。但是咱要安怎用什么款的心态去面对，活出一个无共款的使命？其实摆真感谢上帝，互咱教会有侪侪的青少年伫遮做伙组织，有侪侪青少年伫遮做伙敬拜。伫遮服侍，咱今日来的时阵，你看到咱的壁边，也是这个条啊，搭了非常侪的相片。这相片是过去这几个月，阮所参与做伙做的一寡活动。阮将这相片搭伫这教会的每四周围，嘛，互咱搁一摆搁体会嘛，互咱搁一摆知，哇，
原来咱的教会有侪侪青少年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家庭内面，有侪侪活动，有侪侪下遮的服侍青少年拢有在参与。虽望因真正是足年轻，虽望可能有足侪代志因阁无了解，但是因真愿意参与伫这个内面。我拄仔讲到，伫但以理迄个时代，伊嘛是一个少年人，伊嘛非常的年轻，可能为即马来讲，就是一个国中生，可能嘛是，甚至可能就是一个高中生尔。但是但以理迄个时阵面对的困难，和即马面对的困难，可能无啥共款，可能无啥共款。但是伫无共款的内面，嘛是要找到一个方法去面对。我想在场咱有侪侪无共款年代的人，伫咱在场咱有侪侪无共款年代出世的人，就咱伫遮的青少年，因拢10几岁尔，10几岁。咱在座侪侪兄弟姊妹，可能年纪拢比因侪真侪，会当做因爸爸、做因阿公，可能会当做因阿祖，拢有可能。有时阵伊拢会讲耍笑讲，我的年纪已经超出因2倍侪。有时阵想想真诶咧，哇！我的年纪和伊比起来，其实嘛已经差真济啊。但是伫即个年代的青少年，伫无共款的年代，拢有无共款的号名。伫1995年代到2010年代出世的人，因互称作叫 I 世代。即个 I 世代的人，我已经超出了，我已经无伫即个 I 世代啊。有学者咧统计。在研究讲，这个 I 世代，1995到2012年出世的这个人，伊讲这个人可能有啥物款的特质？伊讲这个人可能对旧的体制，可能无信任，可能嘛无尊重。因的家庭的结构有真大的改变，人际关系嘛有真大的改变。但是伊嘛对无共款的意见，对无共款的立场，因会当真有悬的接受度。因可能嘛无要急要独立生活，可能无急要做大人。因可能嘛无爱出门，可能嘛无爱和人当面见面讲话。因看册时间愈来愈少，看册时间愈来愈少，但是用网络、上网、用手机的时间愈来愈多。因可能非常的敏感，可能会非常注意家己的心内的感觉，可能注意家己的想法。佫有一个研究是讲，这个时代的人真普遍，拢有不安的一个心理，有一个忧闷的心理。伫这个时代的人，伊不再是为着家己自我的实现，也是为着理想来工作。其实你通看，伫这个时代的青少年，和咱过去做青少年的时，无啥共款啊。咱过去所烦恼的。咱过去所面对的困难，和即马这个时代的青少年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已经无共啊。比如来讲，过去咱无手机啊，咱无网络，你要和人见面，你一定爱到去人的面头前。就算无到人面头前，你嘛一定爱写批。即马真方便，你有手机啊，你摕起来当视讯。你会当毋免和人面对面讲话，你会当毋免出门，你就当买物件；毋免出门，你会当食到物件。即摆时代已经和咱过去所生活的时代无啥共款啊。但是相对这个青少年伫面对这个时代改变的时阵，伊嘛爱学习去改变，伊嘛学习在看我要安怎适应伫这个时代，我要安怎伫这个时代要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拄仔讲到伫但以理，伊迄个年代非常年轻的但以理，当巴比伦进攻到伫犹太国的时阵，伊将侪侪少年囡仔，将侪侪有聪明智慧的人，拢掠去到巴比伦。但以理咱拄仔所看的经文，伊原本可能是一个厝内是一个贵族，伊原本因兜可能伫以色列是真一个有好的名声、有地位的一个家族。但是伊即马却变做是一个狩猎，到伫远远的巴比伦，甚至是对因年轻到伫因年老，拢伫迄个所在，伊拢无转到伫耶路撒冷，无转到伫伊的故乡。
伊的一世人拢到伫远远的所在，到伫伊一个爱不断面对改变、不断面对挑战的所在。而且更较严重的，不只是但以理家己的问题，是规个犹太国的问题。犹太国因的少年人互掠去啊，因有聪明、知识、有活力的人互掠去啊，因失去了现在的领袖，失去了这个资源，也失去了未来的人才。最后的结果是啥？咱看见犹太国只会当行往一个灭亡的道路。当咱看见犹太国真侪青少年，真侪有聪明、知识、有活力的人，但是却掠到远的所在，结果发生啥物代志？犹太国无未来的人才，无资源，无人通继续维持这个犹太国。最后，这个犹太国最后只有行往一个灭亡的道路。头先我讲真感谢上帝，互咱的教会，佮有侪侪青少年。顶礼拜咱看见咱教会嘛有侪侪儿童，伫遮敬拜，伫遮唱歌，参加夏令营。感谢上帝是互咱一个真大的产业，这是上帝互咱的教会一个足大的祝福。但是更较重要的是，咱会当安怎来鼓励，安怎来帮助这些青少年、这些儿童，互因真做是咱教会，甚至是咱的社会，甚至是咱的家庭，因所接触的每一个层面的祝福。咱看见犹太国，因的少年人互人掠去，掠去伫因的掠去伫远远的所在，掠去伫因爱面对挑战改变，失去原本的文化的所在，然后最后结果是一个犹太国就安尼结束啊！我想透过今仔的经文，咱嘛搁一个间来思考，咱的教会要安怎会当来帮助这些青少年，帮助这些儿童。我想不只是帮助着因的性命，伫这个过程也帮助着咱的性命，帮助着咱的教会。我想咱先来看，但以理面对的三个危机。第一个，但以理面对的三个危机，第一个危机是，伊互受掠到伫远远的所在，这是但以理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但以理面对的问题是，伊的文化、伊的观念受到足大的冲击。伊原本是伫以色列国敬拜上帝的一个所在，到伫遐伊可能爱食无共款的物件，爱去认捌新的知识。伊的文化、伊的观念足大的冲击，搁较一个危机是伊的信仰的价值受到真大的考验。这是但以理当时拄着的问题，但是我想这嘛是即马的青少年拄着的问题。我想甚至嘛无得较是青少年，可能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嘛可能会拄着的问题。所以第一项，咱做伙来看，但以理安怎伫这三个危机内面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第一个，咱看见虽然但以理互受掠到远远的所在，到伫异邦，但是伊活出一个天顶光明的生活。虽然伊到伫远远的所在，但是伊活出一个天顶光明的生活。咱拄所读的圣经，但以理书第1章第2节到第3节，上帝允准巴比伦来打败着犹太国，将因原本伫圣殿内面的这物件，拢带去伫巴比伦的神庙内面。然后圣经佫讲，伊命令伊的太监总管，将这个以色列这受掠以色列人中选出一寡王室甲贵族的青少年。虽然看见这个王、这个国家，伊所掠的不只是将这个资源、将这个器具掠走，伊佫将这个青少年掠去到巴比伦的所在。我想当时但以理爱面对伊的国家失去伊的国家，伊的国家无去啊。而且但以理爱面对是伫外邦的生活，伊毋知伊的未来伫佗，伊毋知伊的未来伫佗，伊的生命拄着侪需要去做选择的时刻。但你毋知伊的未来伫佗，原本是一个真好的生活，原本享受一个哇真好的生活，但是到伫一个新的所在，特别是异邦，伊毋知要安怎爱去面对伊的未来。我想当一个青少年，特别到伫国中、到伫高中的时，伊开始要面对侪的选择。
伊开始爱面对侪价值观的挑战。我想当国小的时阵，应该拢大部分拢是由父母在做决定。国小的时阵，应该侪拢是由父母在做决定。但是当开始读去高中、甚至来去读大学的时阵，都有足侪爱选择的时刻。开始你会接触到更较侪无共款的同学，你会开始接触到无共款的文化。你原本国小，你可能拢是你附近住伫你附近你的厝边，拢是你住伫你附近你细汉的朋友。但是你可能读高中的时阵，你就爱到伫一个新的高中，你要面对新的同学、新的老师、新的文化，可能有新的语言。到伫高中、大学搁较免讲，可能要到伫外地，可能要到伫一个完全无共款的所在。但是伫一个新的所在，都要面对选择。伫新的所在，都要面对一个选择。可能毋知哦，我未来到底要去佗？这项代志我应该敢应该安尼做？这项代志我应该安怎选择？但是咱看见但以理，互咱伊的生命的表现，互咱看见一项代志。虽然伊到伫外口，到伫迄个异邦的所在、外邦的所在，但是伊犹原保持伊一个上帝囝儿的身份。虽然伊要面对侪的选择，伊要面对侪的挑战，但是伊犹原无变的是，伊知伊的身份是啥物。保罗先生伫《腓立比书》第3章20节，伊讲：咱却是天顶的国民，并且在听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天顶降临。保罗先生伊讲：咱虽然是活伫地上，但是咱有另外一个身份，啥物款的身份？咱是伫天顶的国民。咱是天顶的公民，但伊伫当时伫远远的所在，要面对新的文化，伊可能有选择。我敢爱讲这个话，我敢爱和这个巴比伦人做伙。但是伊非常清楚一项代志是，伊的身份是啥？伊非常清楚，伊知我是上帝的囝儿，我是上帝的百姓。所以咱来看，但伊为什么会当面对这个冲击？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非常清楚伊家己的身份是啥，但你非常清楚知影伊家己的身份是啥物。咱看见但以理，咱伫后壁读的圣经，你嘛看见，咱嘛拄啊读到。但以理安怎？虽然爱食遐个食物，但是但以理立志讲我无爱食。虽然伊爱伫遐学习遐个物件，但是但以理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心志是，我是天顶的公民。所以，就算伊伫华校所在，伫无共款的文化，伊永远清楚我的身份是啥物。拄啊头前在讲，这个爱世代人有一个足大的困难跟挑战是，因在追求家己的自我的价值，在追求家己到底是啥，我是啥。我想这是每一个人拢在憔悴。我想这嘛不只是青少年在憔悴，每一个人嘛拢在憔悴，讲我到底是啥。我到底是啥？但是咱袂记，咱非常清楚的一个身份，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囝儿。无论你到伫什么所在，无论你即马几岁，无论即马敢是青少年，还是你是成人，不管你即马什么几岁，清楚的一项代志就是，你是上帝的囝儿。这是上重要的一项代志。第二项，为什么但以理到伫外邦，伊犹原有一个上帝天顶公民的生活？就是伊有非常侪好朋友的支持，伊有侪熟龄的朋友的支持。咱看见多个经文，但以理受了，但是不止伊受了，伊阁有3个朋友和伊做伙。多个经文无读到，但是内面有讲到，但以理阁有3个朋友和伊做伙受了。这3个朋友诚做但以理伫外邦的所在真好的支持。当但以理拄着困难的时阵，伊随这3个朋友做伙祈祷。这3个朋友嘛，因为但以理和伊有好的熟龄的关系，所以，就算伊拄着困难，伊嘛犹原会当坚定伫上帝内面。我想上重要的一项代志是找到好的朋友的支持甲鼓励，特别是熟龄的朋友。我真鼓励这些青少年来到教会，爱找到属伫教会的好朋友。我毋是讲学校的朋友、外口社会的朋友无好，是找到一个教会的朋友、信仰的朋友，
真做是你上大的鼓励甲支持。需要时阵甲你安慰，需要时阵甲你鼓励，为你祈祷。但你为虾米会伫迄个外邦的生活，悠然会当继续坚持，有一个公民的生活，有好朋友的支持，好朋友的鼓励，可以通伫遐继续坚持落去。所以，兄弟姊妹，我今日根本不只对这青少年讲，爱找到一个熟龄的好朋友，特别伫拄着困难时阵，伊会当为你祈祷，为你鼓励。嘛，鼓励每一个兄弟姊妹了教会你。伫你的小组也好，伫你的团契，伫你的牧区，你嘛爱找到一个熟龄的好朋友，真做是你上大的鼓励，上大的支持。所以，咱看见但以理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伊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所以，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20伊嘛安尼讲，伊讲因爱多撇少年的需要，讲遐诚心祈祷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甲和平。我想这经文嘛，不只对少年讲，嘛对每一个人讲。咱爱追求会当甘心祈祷，追求公义、仁爱、和平的迄个熟龄的好朋友，清楚家己的身份，知影每一个人就是上帝的囝儿女，知影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你熟龄的好朋友。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特别是面对选择，特别面对是毋知要安怎行的时阵，愿上帝拢真做咱上大的帮助。第二，咱看见看见但以理为什么会当活出无共款的生命？当伊面对一个文化观念的冲击的时阵，伊的心意是更新变化的。为什么会当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是因为因的心意是无一直咧更新，一直咧变化。咱拄所读经文，伊讲遮的青年，遮的青少年，因是非常有才华的，非常巧的。所以，当巴比伦王将伊掠过的时阵，巴比伦做一项代志，伊要求伊的总管爱教遮的青少年讲巴比伦的文字。这个王嘛下令讲，遮的青少年伊遮受掠来，爱食巴比伦所提供的食物。咱看见，但伊拄着头一个困难，咱看见伊受掠到离远的所在，伊可能面对侪的选择，伊可能面对侪的选择，但是伊选择伊有一个上帝百姓儿女的身份。但是虽然伊较面对另外代志是，哇，这个文化的冲击实在是非常的大。这个文化的冲击是非常的大，而且佫有一项代志，咱拄仔圣经无读到的是，但以理书第1章第6节到第7节，伫这侪景的青少年内面，有但以理、哈拿尼亚、米利沙、阿撒利亚4个犹太的青少年受掠到伫迄个所在，而且咱看见这个经文，伊讲这个总管甲因号一个新的名。代表因原本有一个犹太人的名，但是到伫巴比伦的所在，却爱互因换一个名。咱会知伫以色列犹太人因的观念内面，名非常的重要，名非常的重要。到伫巴比伦所在，将因名完全的换过去，代表嘛要将因的过去完全爱放袂去，将因的文化放袂去，将因所学习的思想全部放袂去。咱会看原本但以理的名叫啥？但以理的名原本伊的名叫做上帝是我的审判者，但是伊改名了后变啥？愿比勒保护伊，比勒是巴比伦的一个神明。哈尼亚伊的名原本的是叫上帝是仁慈的，上帝是有温慈的，但是伊的名变改做啥？我对马杜这个神明就着惊的。米利沙这个名原本的名叫做送会当亲像上帝，会当比拟上帝咧。但是苗人改做啥？有送会当和罗达这个神明同款。阿萨利的名原本伊的名叫做上帝所帮助的人，却改做啥？尼哥的布林。咱看见原本遮以色列遮青少年，因有家己的名，但是因却到伫一个新的文化，因却爱变做是迄个文化内面的一份子，因爱去适应迄个文化。
因爱重新去改变因家己，因爱开始改变家己。咱看见巴比伦王伊要做的改造的计划非常的彻底。咱看见少年人互带去，远远离开因厝内的人，因的朋友，因必须爱伫巴比伦的学问，伫巴比伦的知识内面，相信因嘛脱离对上帝的敬拜，嘛脱离圣经的教导、定期的礼拜，完全离开因的信仰的文化。对因来讲，这个文化的观念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看起来敢若是伫一个新的环境，因到伫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世代。但是，咱看见但以和伊三个朋友，却可能活伫一个非常孤单，而且是充满伫试探的内面。这个少年人是要安怎继续忠心伫上帝的面前呢？这个少年人是要安怎会当忠心，会当继续照伫上帝的旨意来行呢？我想伫这个世代的青少年，因所面对文化的冲击，比任何的时代搁较大。我想这个时代文化变动伤紧啊，流行的物件实在伤紧啊。有时阵我问这个青少年讲，即马流行啥？因所讲出来我嘛毋知啊。因所讲出来的歌手，所讲出来的团体，我可能嘛毋知啊。因即马在听的歌，我可能嘛无听过啊。我偷偷问大家一下，有即马有偌济人在使用脸书 FB 的？有偌济人使用？啊，大部分拢有对吧？哈，恁遮拢无使用啊？哈，你看哈，遮拢无使用啊？哈，有偌济人有在使用 Instagram、IG 的？好，我你看，遮拢无去啊，已经变迄边啊！哈，我搁问者，即马有偌济人在用抖音、TikTok？ 好，我遮较无哈，好。咱用安尼看这样代志，咱非常常使用的社群软体就好啊，大部分拢用脸书较济对无？但是这个青少年即摆用啥 ？Instagram。咱伫脸书看到的物件，含伫 Instagram 看到的物件，伫抖音看到的物件，伫咱赖看到的物件，完全拢无共款。而且即摆流行的物件，可能2礼拜就换一个新的，3礼拜就换一个新的。可能搁较紧，毋免1礼拜就换一个新的。最无共款的文化的冲击，最无共款新的这个资料一直来。有时阵，互咱足歹去了解，啥物可能是对的，啥物可能是毋对的，啥物是咱爱选择的，啥物是咱爱放杀的。我想伫但以理迄个时代，伊嘛是咧面对这啊，因到伫即个新的环境，一直爱接受。哇！巴比伦的文化，巴比伦的知识，巴比伦的食物，我改变我的命，我要含这个巴比伦同款。即摆青少年嘛在面对这个问题，我敢会含我敢会含社会的流行同款？我敢会含社会文化同款？安尼我敢会才袂含我的同学脱节？我才有法度含我的同学聊天，较有法度含伊打游戏的时阵，知影我要安怎来耍？其实即摆咱青少年嘛在面对这个问题啊。嘛咧面对相款的问题，嘛咧做选择，伫最文化的冲击内面，嘛咧选要安怎做。但是但以理互咱有真好的一个看见，第一项代志，但以理伫细项的代志，伊非常忠心来选择。咱看见但以理伫细项代志，就非常忠实来选择。咱看见经文为虾米圣经特别写，但以理伫食物这项代志咧？非常注意。食物是咱每一工拢爱食嘛。早起是爱食早顿，爱食中昼顿，暗时爱食暗顿。有时阵暗时巴肚枵空爱食宵夜。食对咱每一个人讲是每一工非常平常的代志，看起来是非常细项的代志。但是咱看见但伊为细项代志，伊就开始在做选择。等于在细项的代志，伊就开始有一个选择的能力，知影啥物是应该通做的，啥物是应该学习的。啥物是应该会当来成做伊的帮助的？伊为遐开始去选择，
当伊为细项的代志开始重视、开始去选择的时阵，伊伫大项的代志，伊才有法度去更新变化。头前讲但以理为伊年轻的时阵10几岁，可能到伊80岁、90岁，伊拢一直伫巴比伦。但是咱看去圣经，伊无讲但以理到40岁、50岁，伊就离开上帝；60岁、70岁离开上帝，无。咱看见但以理永远是忠心伫上帝面前，为什么？是因为伫细项的代志，伊就开始重新的选择。虽然面对文化的冲击，面对最的变动，但是但以理因为细项代志开始选择，这样代志我应该安怎做？这样代志我应该安怎选择？然后伊较有法度伫大项的代志不断去更新变化伊的心思意念。伫罗马书第12章第2节讲，唔通。咱用国语，咱做为头家他们家青少年做来读国语的这个节目，咱做来用我们华语来念字，12章2节，我们来念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经文讲，伫这个世界，确实有侪咱爱去面对，可能是互咱冲击的。但是伊讲爱心意更新变化，这是上重要的一项代志。毋是讲咱袂当到伫咱的社会，袂当学习新的物件，当然需要啊，当然需要。咱嘛是爱讲到咱的学校，讲到咱的社会，到伫任何所在学习新的物件，帮咱的生命继续成长。但是伫这个过程，咱嘛爱学习什么是咱爱真正选择的。伫这个无学习这个世界的原则的内面，去经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侪咱会当去体验的，这个世界有侪咱会当去做选择的。有时我嘛含这青少年分享讲，若有机会特别趁少年的时阵，会当去经验，会当去试真侪无共款的物件，就是因为少年，所以会当去试足侪物件。但是伫这个试的过程，伫这个敲吹的过程，嘛爱学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唔对的。但你拢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伊伫细项代志，伊就开始重新来选择，然后伊才有法度伫大项的代志，伫伊所面对真正困难挑战的时阵，伊的心意会当更新变化，去面对侪的困难甲挑战。最后，咱看见但以理为啥活出一个无共款的性命？活出无共款的性命，是因的特别伊的信用价值面对考验的时阵，伊决心要靠主来得胜，伊决心要靠主来得胜。咱最后读的经文第8节到第9节，伊讲但以理决心无爱食王宫的食物甲酒，免得家己伫礼仪顶面无清气，所以伊就请求亚西比拿帮助伊。上帝就来同情但以理。咱看见但以理这段，伊做样一项代志，伊讲啥？伊讲伊决心，伊讲伊决心无爱食王宫的食物，无爱食王宫的酒。最后发生啥物代志？上帝同情怜悯但以理。圣经常常在讲立志这项代志。毋是咧讲遵从家己的想法去做决定。圣经咧讲立志的时阵，毋是咧讲家己的想法去做决定，是专心遵照上帝的话去行。当咱看见圣经咧讲立志的事，是咧讲爱专心遵照上帝的话去行。咱看见但以理做一个决定，伫伊年轻的生命做样一个决定。虽然我伫远的所在，我到伫一个新的文化、新的挑战，我的信用可能拄着困难、拄着考验，但是但以理决志，我永远要靠主来得胜。伊看我决心我要做这个代志，我决心要遵照主的话来行。咱嘛看见但以理会当面对这个考验有2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但以理，伊非常了解伊家己的责任是啥，而且伊嘛做了非常的好，伊嘛非常尽家己的力去完成家己的责任。另外一项，伊嘛做样一项代志是，伊倚靠上帝的恩典，伊嘛倚靠上帝的恩典
帮咱但以理，特别是面对信仰的考验时，伊会当来得胜。但以理虽猛，伊讲伊决心无爱食王宫的食物，伊含上帝立志讲我要做遮个代志。但是伊犹原伫迄个环境内面，伫遐守原本的规矩，伊嘛是伫遐学习，伫遐生活。伊犹原是尽家己的责任，伊犹原伫伊爱徛起的所在做好伊应该做的代志。但是当伊决心做这样代志的时阵，伊只有就是倚靠上帝的恩典。当伊决心安尼做的时阵，上帝就怜悯伊，上帝帮助伊面对伊信仰价值的考验的时，上帝互伊知，啥是伊通倚靠的。我想这是但你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上重要的代志。伊愿意伫上帝面头前立志，特别是伊阁是青少年的时，伊阁是伫一个拄着最最挑战冲击的时，伊甲上帝讲：主啊，我要立志。主啊，求你互我通来倚靠，求你来互我帮助。所以，伫腓立比书第2章13节，经文嘛安尼讲：因为立志行事拢是上帝伫咱的心内底运行，要来成就上帝的美好的代志。咱立志做任何的代志，拢是上帝伫咱的生命、伫咱的心内底运行，为着是要来成就上帝美好的意思。我想，咱所做一切，咱所立志，咱愿意回应主的时阵，上帝要搁一摆伫咱的生命来成就美好的代志。上帝要伫咱的心上来成就美好的代志。所以为着上帝，咱会当来选择立定心志。咱今无读到的经文，但以理书第1章到21节，伊最后安尼讲：到伫波斯帝国的时阵，但以理犹原搁伫咧。咱知但以理是为巴比伦帝国受掠，但是到伫波斯帝国的时阵，伊犹原搁伫咧。头前但以理为啥会当为10几岁，一直到伫80岁，可能到伫90岁，伊个犹原坚立伫迄个所在。上条原因是因为伊为着上帝，伊选择立定伊的心志。这是但以理唯一不变的代志。我想立定心志这样代志，不只是青少年伫年轻的时阵，就爱选择立定心志。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无论你即马几岁，这拢是咱对上帝的回应。这拢是咱对上帝的回应。为着上帝选择立定心志。其实咱每一个人，不止咱的青少年，敢若是受掠到伫一个无共款的文化。当咱到咱的社会，到伫外口的所在，亲像含教会是无共款的文化。其实不止遮青少年面对，咱每一个人嘛面对遮个问题。但是重要的是，咱敢有立定一个心志，为着上帝来选择讲，主啊，我愿意立定心志。面对信仰的考验，面对文化的冲击，面对最挑战的时，主啊，我对你犹原无变的，就是坚定的信心。今年第4章30话讲，爱保守咱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来发出来。爱保守咱每一人的心，赢过保守任何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拢是对心发出来。咱的心安怎想？咱的心安怎决定？咱的心安怎向上帝，也决定咱伫这个世界。伫咱面对这个环境最的挑战，咱会当安怎来回应？今是青少年主任，特别咱真正爱关心这个世代的青少年。我讲这个时代的青少年所拄到的困难跟挑战，真正是非常的多。要面对课业的压力，要面对因和同学人际关系，要面对可能爱超找家己自我的认同，可能爱
有侪无共款，咱想象袂到的代志。咱可能想，咱无法度为遮个青少年做啥物。咱可能嘛，伫教会中，咱拢有家己的牧区，有家己的小组在参与。但是唯一会当做的，是继续为着遮个青少年来祈祷，也为着遮个青少年鼓励。互遮个青少年伫咱的教会内面，伫即个信仰内面，真正得到造就，真正得到帮助。互因伫出去到伫社会，出去到伊学校，到伫因朋友的时阵，伊犹原通知，因有即个信仰通挖课。无论到伫啥物所在，无论因为以后成长到大汉，到几岁，因犹原知，上帝真做是因生命中上大的帮助、上大的祝福，也上大的挖课。我上帝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也特别祝福咱的教会的青少年。咱教会的儿童，也请大家继续来关心，也继续来为阮的提摩太的牧区来祈祷。恁的祈祷，恁的祝福，真正会真做因上大的帮助，也会真做因上大人生当中上大的鼓励。愿上帝祝福咱，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侪青少年伫阮的教会，互因通伫遮来成长，伫遮来服侍，伫遮来明白信仰。主啊，但是有时阵因着亲像但以理，爱面对这个变化混乱的时代，求主坚定因的信心，求主保守因。互因伫面对困难、面对挑战、面对毋知要安怎行的时阵，你真做因的方向，带领因，伫因的心内鼓励因，也互因伫成长的过程搁较明白你，一生真正立志，主真做因一生唯一的军队者。也祝福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的所面对的环境，每一个人嘛是拄着侪困难甲挑战，但是主啊，透过今日但以理，互我嘛搁一届学习，伫无共款的文化、无共款的冲击，特别是信仰面对挑战的时，主啊，嘛互阮会当立伫咱的心志，对主讲，主啊，我一生只有你，坚定阮的信心，鼓励阮，也帮助阮。愿咱的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圣诗，圣诗491首，咱做来唱这条回应的圣诗，咱做伙起来唱。
咱做为着几样代志来祈祷。头一项，今请主人特别为着咱教会的青少年学生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因，特别伫面对这个世界不断的变动，伫面对因的课业、因的人际关系、因侪侪挑战，求上帝帮助，诚做因的光，诚做引带因一生的道路，为咱的青少年来祈祷，也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伫8月份、9月份要开始有新一期的福音的事工，幸福小组要开始，为着这个福音事工来祈祷，也为着咱教会中侪侪需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帮助，求上帝来祝福，来扶持因。咱做伙开嘴，为着这个代志，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为着咱亲像这个祈祷，主啊，是上谢谢，多谢我们能够看到，谢谢我们能够在心里面看到，谢谢你的谢谢你的谢谢亲爱的弟兄弟，阮搁一摆诚心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来祈祷。主，阮特别为阮的青少年来祈祷，为阮的学生来祈祷。主啊，求你，互因有单依你的心志，互因面对这个变动的环境，因犹原知因家己的身份是啥，互因知因真正是上帝所听的囝儿女，互因也通知伫这个不断变动的环境，互因通忠实伫上帝的内面。互因伫这个文化冲击的时阵，因的心意会当不断更新变化。互这个信仰，互主上帝真正是加做因人生的光、人生的道路，互因一生就倚靠这个主来行。主啊，帮助教会的青少年，互因的性命伫教会得到帮助，互因的性命伫教会得到成熟，互因的性命会当一生为着主来活。因为主啊，因为因拢是你所拣选的，因拢要真做是一个荣耀的器皿。主啊，求你来使用因，大大的使用因，互因无论是伫教会、伫因的学校，甚至伫社会、伫因的家庭，拢要真做祝福。主啊，祝福这个青少年，使用这个青少年，也祝福伫阮的教会，接下来要开始推行侪侪的事工，特别是福音的事工。主啊，也透过这个福音事工来吸引更较侪人来到伫教会，会当享受伫主你的恩典，享受伫主你的主爱内面。祝福伫这要开始的福音的事工。互每一个所参与的兄弟姊妹，每一个服侍的同工，也因为这的服侍、这的参与，互因的性命嘛得到帮助。主啊，嘛为着教会需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啊，你在每一样的需要，你在每一样的软弱，主啊，愿你来扶持，愿你来怜悯，因为你真正是阮性命的大牧者，你是阮性命唯一的帮助，你是阮的避难所。求主你来扶持，互软弱的搁一摆得到刚强，互忧伤的搁一摆来得到喜乐。求主你的恩典，搁一摆施落伫每一个需要兄弟姊妹中，也施落伫阮的教会，帮助阮的教会，真做是一个充满听、充满分享、充满祝福的教会。感谢主，
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大家请坐。这时，请咱来奉献。请咱起立来迎奉献的献席。本柜根据甲助理报告，请。请坐。本柜根据甲助理报告，请赖素恩、刘慧红同二。咱三甲来读本月经句，今年3章5到6节，咱做伙念2遍。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毋通倚靠你家己的路。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认伊，伊要指点你的路。第3章5到6节，做伙来读第2遍。你着专心倚靠。这是咱献开周报第2页。后礼拜诗会理用台即事，下面敬拜服侍当讲，请咱家己看。第3页嘛，请咱家己看。献开周报第4页，集体交通本会消息第1点。本会消息7月30号举行青年主日特别礼拜，由詹水平牧师正道，提摩太牧区青少年主领。青年事工纪念主日特别礼拜，并报告本会青年事工状况。总会定伫即日，为着要唤起正教会关心甲推动青年服侍事工，兴起新世代教会领袖。咱看第2点，本会定后主日8月6号举行800节讲文礼拜，并由主日学生参与2堂礼拜献诗。为所有的爸爸献上祝福，欢迎全体爸爸、阿公到时踊跃出席，领受上帝、甲兄弟、甲小朋友的献礼甲祝福。第3点，
本会伫8月13號舉行釋教47周年感恩禮拜新產生禮式，且要參加新年甲小儀洗禮、堅信禮信仰各筆者伫7月30號向辦公室的幹事提報名單，咱着填寫你家己的資料，搭上你的個人的相片來報名。還有第4點，本會定推動第6期的幸福小組，咱為了這個事工來代禱。本會開辦富強領袖學校，伫8月6號甲13號密集班，中級小組長學程密集班，開課時間伫6號甲13號，主日下晡1點半到6點，主日後有聚餐甲迄分享會，邀請劉進展牧師分享迄服事的技巧甲態度。13號下晡6點有迄分享會，邀請大家參加。伫迄8月6號舉辦服事者的心靈保養專題講座，伫拜六9點到12點，伫本會舉辦迄服事者的心靈保養，邀請台灣神學院張雅慧博士專講，鼓勵大家來參加啦。第7點，歡迎兄弟訂購2024年信仰周曆手冊，本會向教會公報社預約之2024年周曆手冊，迄主題是主是世界的光，你會當買來送人啊，然後，一本優惠100元，然後登記至9月10號，阮看迄第9點，下骹迄心靈轉角，新增營運時間，早時9點到下晡6點。歡迎大家邀請的慕道友甲親友來，阮中晝頓有愛餐，歡迎大家留下來用餐啦，做伙交陪者，阮看到奉獻家，若是奉獻有問題，會當去甲迄幹事講者，剩下的請牧師補充報告。看到咱拍破就知影講，咱這陣少年囡仔吼無簡單，佮大甲因拍破鼓勵一下好無？青少年吼，因的表達方式本來就因特殊，但是吼，即馬即代囡仔會曉講台語，實在是足無簡單吼。因講的台語攏差不多90%的水準啦吼。顛倒是吼，比因較年紀大的吼，迄陣咱大家無啥愛講台語吼。迄陣講台語人甲你笑到你慫呢吼，即馬毋是咱遮個囡仔攏真好講吼，真無簡單。我煞接即個今仔日是即個咱的青年主日啦吼。事實青年毋是干那即個國中高中，青年應該包括到社青啦吼。毋過咱一般啦，青年主日攏由遮青少年來負責吼。看到因穿足整齊的即個制服。感覺講真有活力吼。牧師有2項要甲咱邀請，第一項就是講，咱鼓勵咱教會的兄弟，你安尼用各種的方法，毋是強制啦吼，甲因鼓勵咱的青少年來教會參加咱的青年的聚會，咱的牧區。有可能有的父母伊的想法是講，我的囡仔去到遐浪費時間。住厝讀冊較重要吼，也是去互伊學才藝，這攏無毋對。但是咱發現今仔日，拄則咱詹牧師講的講，即馬新的一代少年人吼，因的發展已經毋是限於講我考試考懸，安尼社會就有成就啊。即馬青少年
面对社会挑战是一种叫做综合的能力，综合的能力。意思是你考试悬，啊，搁爱有好的情商，情商就是讲我的情绪真够控制，啊，我会当面对困难的压力，我会当突破，啊，我会当甲人合作，我会当招人来甲我做伙做一项代志，说服别人。啊，我相信讲，咱的教会的青少年的这个单位，也是讲咱的牧区，是培养上好综合能力的所在。咱信仰本来就是上重要，无毋对，亲像但以理。但是更较要紧的是，伊伫遮会通甲同学互相来相学习、相鼓励、相带导，亲像但以理甲伊的同伴共款，啊，所以真鼓励啦，真鼓励咱教会兄弟姊妹，尽量会当招你的囡仔，也是载你的囡仔，伫拜六下暗7点来参加咱的青少年牧区，咱的即个题目台，啊，互咱的青少年。咱教会提供即个平台，互因咱大大来发挥啊，咱教会有通过青年的牧者来专门咧牧养这青年人。啊，你无来使用足无彩啊！咱请一个牧师来，啊，你的囡仔住厝足无彩鼓励来安尼啊，第二咱嘛要感谢讲，咱除了咱的詹牧师以外啊，咱有得到咱的龚医师啦啊，咱。即个佩伦弟兄啊，搁咱的精进弟兄，搁有义璇姐妹，因嘛拢已经是做辅导的业，啊，拢足专心投入伫个青少年的辅导，啊，所以这优秀的团队，啊，咱的会友好好啊使用，鼓励你的囡仔，对。我看迄天昨昏看了足感动，有诶国小6年就烧钱要来啊！你敢知？是讲这青少年足好，我想要来对因呢。啊，伊讲来啊，足欢喜啊，所以培养因团体的迄款的能力嘛，足重要啊。所以对高中1年啊到大学，拢欢迎咱大家鼓励啊，这是今仔日青年组织上大的目的啦。啊，咱教会望讲，啊，咱来栽培这个囡仔，伊出去社会甲人会比品质，而且是要做见证为主做见证啊，做光做盐啊，期待咱大家重视这个事工啦以前好像咱什么组织拢会为着这个组织来做奉献，但是咱教会即嘛就是讲，青少年有什么事工，有什么活动，咱自然就拨钱来甲因赞助当然你若为着欢喜要为着因奉献，嘛足欢迎这是第一项咱新人院即嘛新学生较减啦，所以咱教会以后对青年事工的。即个栽培慢慢较袂当讲一定要请新学生来，咱嘛家己栽培家己的青年做比新学生搁较侪工啦这是咱以后的目标用安尼来做回应甲补充我即个遥控器无伫我遮，咱请同工帮我拍即个即个是咱顶礼拜有报告讲咱参加公报社即个超金研的活动咱拢总有39名完成啦。伫即几10位的兄弟中间有抽奖算得奖就对啦。这名单我念一下，等下我要结束报告的时，请这有来的这拢姊妹啦，无兄弟，所以我袂使讲兄弟。许慧君个郑庄敏端姊妹，高文金姐、柯淑芬姐，个贾少华牧师，咱在头前。因为公报社讲拜托咱教会甲颁奖安尼，鼓励的意思啦我先报告到遮，恁等下来领会记咧来头前，来下面一粒，咱拄也有报告讲小组长的训练，搁参加干部的训练8月初6后礼拜下晡，搁13下晡，迄暗搁要请刘进咧牧师来主持勉励咱赶紧报名，因为咱要准备资料，咱今仔日就爱报无后礼拜袂赴咱所有请小组长。咱的团队、服侍团队，咱的长职服侍同工，恁招你的干部赶紧来报名这是第2项的报告。第3，咱周报无报，但是爱搁提醒中会咱要举办迄个财务训练，财务训练伫8月初5拜6早起8点40到12点，伫后甲教会咱隔壁那点，
啊，伊这爱找人报名啦，所以咱已经报名了啊，要搁提醒这个同工准时来去参加演习吼。这是有一个有学分的就对啦吼。咱讲员拢是咱教会出身的吼，咱的满族长老是部长，搁咱俊志长老吼，要来做指导。就是讲，咱各单位要甲校行做足好、足标准、足下规矩吼。咱有真好的讲解。咱有请这6位同工爱报名，有报名，咱准时去哦吼。有瑞平牧师、志强长老、俊仁执事、花执事、甲泽豪执事，用安尼甲咱提醒，会记你去参加。上一个时间吼，咱嘛搁伫咱教会有办另外一个活动，迄是对咱的环球圣经公会甲咱合办的，咱请第下面指啊吼。这个服侍者的心灵保养吼，就是有那9点、8点50就要开始伫咱教会。咱感觉讲，这个事工是要甲咱鼓吹呢，就是讲，咱大家拢咧服侍，包括这青少年嘛是咧服侍。服侍者要有足好的心智，服侍主会喜乐，服侍主有平安，搁成就感吼。咱都爱有一个操练。这个讲员是张雅慧博士，伊专门研究智商的吼。伊要来咱遮演讲，人讲员到咱头前咱无来足无彩。咱已经有人签名伫迄个办公室吼，但是呢，咱各团契、各单位赶紧伫今仔日，甲你的名单吼送互咱的这个干事，咱通好今仔日都来报名出去吼，也是讲要用群组吼来报名，这是真宝贵的时间啦。咱包括讲乡里团契嘛，要鼓励这干部来听。若是这拢无分什么身份啦，你若有想讲我咧服侍，我要有足好的学习甲心智，欢迎恁来吼。好，搁一项的款，心灵传教吼，拄则已经报告几啊摆吼，咱望讲大家善用。好法利用咱这个拜六拜六的时间，咱礼拜日本来就足侪兄弟伫遐咧交陪。若拜六你拄也无出外吼，拄有好朋友招因来到教会伫遮，甲伊开讲、啉咖啡、啉茶，伫遮分享主的听吼。其他的消息吼，牧师搁看一个有一半项爱补充啦吼。这个。咱教会吼，即个幸福小组吼，开始咧筹备反鼓励讲咱小组长吼，咱的同工大家踊跃开始来组织啦吼。有的人是讲哇，我找无 base 的吼，咧头疼吼，袂要紧，是甲组落去，上帝会你陪伴吼。咱嘛讲一组甲整理起来，资料开始送入来伫咱的即个办公室的内底吼。最后佫提醒一摆后礼拜是咱的爸爸节吼，咱鼓励所有的兄弟啦吼，阿公拢都来参加接受大家会对恁的祝福吼，来参加。咱主日都要来唱诗歌来祝福咱的爸爸安尼吼。好，咱遮的名单拄则佫跳起来，拄则得奖的名单好无？来头前好无？来将这个奖品来送互你好无？来，咱请来头前。许慧君、郑庄敏端、高文珍、许淑芬、谢牧师，来，有无？谢牧师代表一下。还有人无？慧君、淑芬、文珍，拢无伫遮，还是第2场才来？好，来，安尼好啦吼，安尼甲谢牧师翕一张相寄互公布社，较袂讲咱无办啦。好，谢牧师代表来。准备结束了，来换你结束了。好，结束。上营，请起立吟上营的歌，是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引死了后，请无事就倒。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唯有你把我带去保护。
若是我言行欠比是正，我怎能受你改名？予我伫黑暗中做光景，对错因错是袂人，这是我言行千万。咱做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特别甲青少年学生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大家请坐，来庙道闭会。我们第一场礼拜到这边结束，咱第二礼拜到结束，咱当互相请安，互相请安。